賈靜雯上市場竟買1萬多水果收結佳念錄到抽一口氣。記者張瑞振，台北報道男星修傑楷開設 YouTube 頻道 Showtime 最新一集。他分享自己私下除了運動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傳統市場，熱愛料理的他是濱江市場的常客。揚言這裏完全是他的地盤，那個時段蔬果、海鮮最多最新鮮都了若指掌。走到賈靜雯最愛的水果攤，他聽到老闆說，老婆的助理剛來結賬拿貨，買了10,250元的水果，他瞬間傻眼，倒抽一口氣，我才買900塊，他買了1萬多。還念錄驚呼，我全部東西加起來，都沒有我老婆一個人買的水果貴，現在知道我為什麼不帶我老婆來市場了。他也很怕播出後自己就買不到食材，除了到熟悉的攤商採購外，也不忘拓展業務，邀請老闆們訂閱頻道，和店家們一來一往的互動可以看出他真的是常客。他也介紹濱江市場在地美食，巷弄內的古早味麵線，在菜市場賣了30多年，堅持使用粗麵線，還有高 CP 值生魚片，在地人熱推平價新鮮又好吃，簡直是生魚片愛好者的天堂。最後來到隱藏在巷弄的意大利食材店，喜愛美食與好酒的修傑楷在這裏不亦樂乎，加上老闆的熱情，現場更是開起香檳吃吃喝喝。短暫恢復理智線的他趕緊表示不能再待了。